點解可以通過大數據嚟到分析到呢個案嘅線索？大家好，江蘇南通一間酒店用慶大妹數嚟到炒餸，呢單案大家應該知道啩？我哋今日就拆解下點解可以通過大數據嚟到分析到呢個案嘅線索。首先我哋回顧成個案嘅案發同埋查處嘅過程。喺2023年9月3日，江蘇南通宋川區嘅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酒店內部人員嘅投訴，佢話佢哋間酒店用慶大妹數嚟到炒餸，於是市監部門就即時聯合埋公安部門對呢間酒店進行查處。現場發現確實有呢個違法行為之後，市監部門就對佢進行立案處理，後續就將呢個案件移交俾公安去處理啦。公安部門接受咗呢個案件之後，亦都向檢察院申請對呢啲犯罪人員進行逮捕。檢察院亦都喺11月10號批准咗逮捕嘅申請。喺調查嘅過程當中發現，呢啲慶大妹數係酒店喺一間藥店裏面買嘅，而且係喺冇處方嘅情況下買呢啲處方藥。呢間藥店係屬於一個大嘅醫藥銷售公司下邊一個藥店。檢察院喺24年嘅1月9日，亦都對呢個醫藥公司嘅銷售大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佢下邊嘅幾間門店都有違規咁喺冇處方嘅情況下銷售啲處方藥。不過有一點我仲係唔明白嘅就係，而家啲藥店賣處方藥基本上都係開電子嘅處方嘅，就算你冇處方都好，佢可以通過電腦上網即刻幫你揾個醫生開咗處方出嚟。所以佢通過大數據排查呢個醫藥公司銷售嘅藥品記錄，你就揾出佢冇處方開處方藥嘅呢啲行為，我係搞唔清楚佢係點樣操作嘅。然後佢就發函俾當地嘅市監部門，由市監部門去對呢啲冇處方銷售處方藥嘅違法行為進行查處。所以通過大數據去發現嘅違法行為，其實唔係話個酒店添加慶大妹數呢個行為，而係呢一間醫藥公司下屬嘅藥店冇處方銷售處方藥嘅違法行為。呢個先係真實嘅情況，但喺網上係冇乜邊個媒體自媒體講清楚嘅。然後我哋再探討下呢個案件裏面大家好關心嘅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到底係孤立嘅一個行為，定係一個行業嘅潛規則？首先表達我自己嘅觀點就係，我認為呢個絕對唔係一個行業裏面嘅普遍現象，但係你話佢係完全單獨嘅孤立嘅一個行為，我亦唔係好認同。主要有兩個方面嘅原因。第一個就係佢之所以添加慶大妹數，一方面係因為慶大妹數冇乜味，第二個呢就因為慶大妹數佢喺過溫嘅時候佢唔會變質或者係失效。而我哋一般人用嚟醫肚痛、屙嘔或者係腸胃炎呢啲藥，一般都係氯氟沙星或者係氧氟沙星之類。但係呢啲藥呢喺溫度相對高嘅時候佢就會失效嘅，所以就存在一個可能性，呢啲廚師佢可能喺用過呢啲氯氟沙星、氧氟沙星之後，發現佢係炒完之後失效，於是就用咗唔會失效嘅慶大妹數。我呢個猜測亦都唔係憑空而嚟嘅。喺2010年嘅縣衛生部發嘅一份文件裏邊，佢公布咗一批喺食品裏邊可能非法添加嘅非食用物質或者係添加劑嘅名單，其中就提到灰綠酮類抗生素可能非法添加喺麻辣燙類嘅食品裏邊，氯氟沙星、左氧氟沙星之類就係屬於灰綠酮抗生素。雖然佢係公布咗呢個名單，但係佢係一路都冇標準嘅檢測方法喺度檢測呢啲非法添加物嘅，一直到2019年檢測呢啲灰綠酮化合物嘅標準先至出嚟。由此可見，喺火鍋、麻辣燙呢啲重口味嘅菜品裏邊，係可能真係有啲人會違法添加呢啲化合物嘅，只不過可能後期佢哋已經轉咗慶大妹數，我哋嘅管理部門都唔知，亦都冇法去檢測。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就發現過一個破爛嘅米粉店被檢查時候嘅一個視頻，當時執法人員喺個廚房裏邊發現咗一包慶大妹數顆粒，具體情況我哋先睇視頻。要分開，非食品區跟食品區都要分開存放。要吃那维素，這些是幹啥用的？我不知道呀。不是藥品，你怎麼放在這個操作區域嘞？胃炎，還有粘鼠板。就老闆他有胃炎。對胃炎，你可以用一個自己的。我哋喺一個視頻裏面睇到配檢嘅呢個其實係一個員工或者係廚師。當時執法人員攞住呢包果粒問佢嘅時候，佢第一反應佢話唔知道。然後當執法人員質問佢點解藥品會擠喺呢個操作區域嘅時候，佢先係反應過嚟話胃炎，老闆有胃炎。首先老闆有胃炎，佢將啲藥擠喺廚房裏邊就好唔合理。第二個你再睇呢個工人，佢原先表示係唔知道嘅。執法人員提示咗佢呢啲係藥品之後，佢先至即刻反應過嚟，呢個係胃炎嘅藥。感覺上佢就好似一個反應唔過嚟嘅狀態，然後忽然間諗一個藉口，先至講出嚟咁嘅一種情況。結合以上兩個原因，喺炒餸或者做其他菜品嘅時候加入慶大妹數，
喺某啲地方可能仲有個別咁存在嘅。希望當地嘅市監部門發現有呢種違法行為嘅時候，該重罰就重罰，該移交俾公安追認就追認，千祈唔好俾佢哋逍遙法外。多謝。